咱台湾甲捷克伫咧各方面拢拍拼咧推动交流甲合作。伫咧捷克，原来有一个台湾人设立的民间旅行社，创办人讲，伊希望台湾人去佚佗的时阵，伊会当甲深度的文史故事讲互大家听。另外，就伊住伫咧捷克的观察，民间上大的改变，就是台湾的新闻愈来愈多。捷克的人听到台湾这个名的时阵，袂个掠准是泰国。 这个城堡是这一大区，我们后面的人在慢慢的上来，你们可以看到。行伫捷克的城堡区，导览员哪讲哪带民众一步一步行。带团的旅人事务所是由陈嘉玲甲甘定如伫2022年所成立的旅行社，一个是为着读册，一个是为爱走天涯。因讲因毋但是提供深度的游艇，为台湾人伫当地创造工作机会，嘛是因真有意的代志。希望会当帮助台湾人伫商业市场有更较好的竞争力。 因来就是来读册啊，也毋是讲家庭的关系，就会来遮捷克。想讲做看卖，全部拢是台湾人，互相照顾，啊嘛加一个收入。 最近这几年，台湾和捷克政府伫咧经济贸易等等的交流愈来愈多。捷克搁伫6月伫台湾设一个捷克中心台北，要推动双边的文化旅游等等的合作。长期住伫捷克的陈嘉玲表示，伫民间上明显的改变，都是听到台湾的国名，袂搁互人当作是泰国。最近就是台湾跟捷克政府有蛮多的新闻，在捷克的媒体上其实也都有曝光率。比起我大概7、8年前来的时候，你只要跟大家讲台湾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。 是泰国，因为台湾跟泰人就是很相似。那你现在跟大家讲台湾，他们就知道台湾是哪里，然后台湾是怎么样的国际情况。现在另外一位创办人甘定如是认为，欧洲人要是较惯势伫咧欧洲旅行，若要推动愈侪捷克人来台湾观光，政府要是爱去拍拼。 我目前营业快2年，看来呢，捷克当地受益是比较多。那我也希望我们台湾以后未来可以多提供一些方案，让捷克政府在愿意把他们的人才输出到台湾，然后或者是更加的打广告，到我们去台湾旅游，那为我们台湾带来更多的收益。虽然伫代志友好这方面，两位创办人有无共观点，不过对因来讲，会来创立旅行社，嘛是希望会当真早促进台湾和捷克互相交流的平台。 伫咧带团导览的时，甲因住伫捷克的生活观察，甲当地的文史分享，互来佚佗的台湾人了解。记者卢尚如、柯炳哲捷克报道。